落雨都要出嚟影視頻俾老細睇。一線嘅人工湖景下，靠湖嘅雅湖居靠湖嘅 D 型別墅咧賣出嚟嘅就得呢一套。咁我哋隔籬呢一套咧係1300幾萬噶吓，咁我哋呢一套咧510萬就可以啦。點解咁多老細中意住喺雅湖居呢？人哋喺度追逐風景，老細你咧就私藏咗一片湖。家族嘅傳承咧，唔單單只係間屋，更加係3代人嘅稀缺資產。普通樓咧會貶值，而一線湖景咧反而會升值。中心地段加一線嘅湖景，唔單止係終極嘅改善居所，仲係家族財富嘅穩定靠山。呢一間別墅咧係有2層嘅吓，咁佢嘅佔地面積咧係450方，建築面積咧係235方。2樓咧就係有4個房間噶吓，咁我哋入嚟睇下，佢嘅裝修咧幾乎都全部都係以前嘅裝修，全部都要拆咗嚟重新裝修噶啦。我喺三鄉從事房地產咧已經有17個年頭啦，最熟悉別墅嘅交易，懂行情，效率高，歡迎有別墅買賣需求嘅朋友 call 我。